啊，遮大鼎是啥货啦？哎呦，好足哥，安那啦？咱海海导览先生哦，主持到今嘛第4季啊。我真正爱好好感谢你对我的包容，我一直互你添麻烦啦。啊，我心内哦过意袂去，我就准备一个好料，即摆互你好好啊食看卖，好好啊甲你友好啦，多谢啦。哦，啊你大汉啊咧吼，哇塞吼！嘿啊，那你汤匙有家己准备哦？哪有家己出门炸成鸡啊？这是啥物长长安尼？那拄好搁有咧吼。好啊，啊，这是啥货啦？这上哦，你先食看卖啦。这小老板呢？你会晓做这？这做甲遮水着。这是我去足远的所在，去甲我的师傅好好学的呢。安尼哦。你拜托食看卖。做了清水啊啦。这足重的，你食较紧。哦，歹势。嘿啊。歹势，歹势。哎呀，你哇，唔敢食啦。嘿啊。那叫好食啊！哇！哎呦，多谢两位神路啊，多谢只好神路。太好吃喽！来，你等，你唔是一般的神路吧？我发现啊，我是较特别的迄个。拄只迄个是阮的海海神路组合啊。啊，我毋捌看过你，你是伊新的女朋友。安尼啊，互你发现？无啦，我是内克，是一个台南囡仔。台南囡仔，有我的代志吗？有啦，阮台南人是安怎？阮的血内面是流啥？你敢知？糖啊，系啊，除了流糖，还佫有流食物。食物，真正是食这种菜吼，这种料理自细汉，食办到食到大。是哦，这足重的，你摕，你帮我摕，你帮我摕。哦，哎呦，做重的。所以你是阮今仔日要来食饭桌的来宾就对啊。系啊，所以要得去食物件，进前爱先运动啊。哦，先消耗热量啊。系啊，了解，咱的新朋友啦，来客，内克，欢迎。啊，今仔日是要带咱去对食哈？好，我甲你讲，今仔日是要食好料的，是食迄种上传统的板道，但是有无共的口味风格。安尼哦，风格无共就对啊。我有听讲人北二路呢。哦，咱北二路拢来啊，就对啦。哎呦，啊，唔紧甲请出来。应该请出来好，咱今摆邀请哦，咱的导览先生的康快伴，欢迎山弟妹。哎呦，恭喜哦！大家好，我是沙弟妹，今日要带大家去倒呢，就是要去宜兰甲六堆，即马就来看咱顶港有名声，下港嘛足出名的两位总铺师是我领高主。最近啊，我有一个问题有够苦恼的，烦恼甲袂食袂困咧。你讲。就是要攀我的人为台湾头摆到台湾尾啦。你安怎啦？这个表情是你中毒哦。这种话讲会出来。你讲水啊 ，OK 啊。我真的我是感觉因拢歹势讲啦，我感觉因是真的要攀啦，所以我就咧。阮工课班是足侪人踮遐咧等的，你好啊讲哦，迄冬天足久无来啊。好，
就是讲，我就想讲吼，因为这个关系，所以想讲啊，到时阵结婚到底是要食板豆菜，还是食饭店内底的餐厅？你食员工餐厅就会使，咱公司的员工餐厅。无啊，毋过头仔看完 VCR，我就感觉应该是爱来食板豆，因为就是板豆就会当食到北平甲南平无共款的口味啊。所以呢，毋过咱今日若请到的迄杜兰老师啊，著名的，毋知影我到底爱过几道才会当食到因的板豆菜呢？即马就来欢迎咱第一位的杜兰老师阿海西。你好，海西大家好。海西的阿公甲爸爸啊，拢是总铺师哦。哇！所以因兜的迄客家手路菜，为阿公传甲爸爸，搁传甲阿海西食，对，没错。愈传愈芳。即马吼要来食阿海西的板豆菜啊，嘛是爱对台湾头摆甲台湾尾呢。好佳哉，好佳哉，咱今日甲阿海西本人请来啊，所以唔免排队，嘛唔免结婚，就会当食到阿海西的板豆，大家讲好唔好啊？谢谢。阿海西请坐。谢谢。刷来第二位的杜兰老师，就是国家级的总铺师林师傅林阿公。哎呦，阿林山啊！哎呦喂，阿林山，林山，哎，欢迎，啊，谢谢。阿公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阿公因兜做料理啊，已经做到第5代啊哦，为板豆做到餐厅，啊，才搁对餐厅做到国宴哦，而且阿公搁得到5届的金猪奖，是真的有够厉害。但是伊上厉害的就是伊用一支小刀，就会当甲迄下骨肥骨底的冬瓜啊变成一蕊花呢。有这款的技术啊，应该爱去做无冷具的医生才对啊。那会要伫迄厨房内底大粒瓜、细粒瓜呢？今日就来欢迎那个林阿公来甲咱讲伊的故事。好，阿公谢谢。欢迎两位师傅，阿海西啊，甲阿林西。哎呦，讲到这个阿林西吼，算是我的师傅。安尼，嘿，我当初时吼，你结婚的时阵啊？毋是我结婚的时阵，旧年的时阵，伊即摆伊无咧收徒弟啊。是。嘿，我是伊最后一位关门徒弟。嘿，好。就是看到我，伊就关门啊。当初是我伫咧伊面头前跪落来。哦。嘿。哈？嘿，真诶。先讲。我真正跪落来，嘿，啊，搁淡仔磕头。哦。磕3下了后，我搁放茶。啊，伊互我一个红包，内底无底钱。但是伊甲我讲，你今仔日你来我这个门了后，你有5条路，你要做总铺师，你有5条路。是5条路。迄5条路，到即摆我拢袂记你了。无怪伊关门。迄5条路是啥物？你搁讲一下好无？来，第一条路是水道头，水道头，无人知吼。无人知。第2条路就是菜市啊，迄个菜店啦。菜店。哦，啊菜店过落来就是啥呢？杂货啊，杂货店，杂货啊店头。哦，啊过来就是啥呢？过来是猪肉，过来海产。哎，就是安尼。5条所以路。 5条路。上重要是水道头。你若无水道头，你无咋煮菜啊？你无水要安煮菜？阮师伊讲，我甲翻译一下，这5条路吼有肉啦，你爱去买肉，人要食肉嘛。对。啊，搁有海产啦，海产这种。嘿啊，啊，搁有迄个南北货。杂货店。南北货。干嘛店？啊，搁有菜脯。搁有爱菜，你食鱼食肉，嘛有菜价。是。对无？啊，水道头有的人你可能吼，你咧请人，但是你较无钱。啊，咱会使安那牵鸡，牵鸡才会饱嘛。所以说一道饱，啊，一道饱，一道饱，对，就是这5条路总铺师，就是这个铺，这个货你拢爱捌，所以叫总铺。是，你就了解，你即马是要去倒烂嘛？啊，谢谢。我跟着你啊。我这个国宝你家。国宝，啊，这是算是咱的河老菜。啊，这边呢，这是客家菜。客家菜，对，客家菜就对。客家菜。有啥物特别的所在无？像阮板道吼，较早的农业社会，拢几乎拢有，板道就是有喜事、
嫁娶，伊前一天拢会拜天公，对对。拜天公啊，庙的前一天拢会拜天公。了的时阵吼，你办桌师傅就是爱将这猪加油做第二天的菜路。哦，比如讲今仔我请30块桌，你爱将这猪加油来发挥到30块桌的迄个菜路内底。啊，你讲到拜天公，像拜天公是有迄足大只啊圆的迄猪对无？对，是毋是安尼？无错。啊，你拄则咧讲的时阵哦，你边仔有一个高囡仔一直咧动你的家私，毋知要创啊？你有看到无？足无用诶。迄个高囡仔哪会啊？你是咧创啊？我就看这师傅家到底是唱什么啊？这是巧克力吗？武器哦？对啊，咱有一个两只土啊。这土啊吼，足特别的，这已经传足侪代啊。这土啊，就是咱较早客家人的娶媳妇去跋村的时阵，一定要到女方的公妈遐拜拜。这土啊爱扎过，爱拜。这意思就是讲，有一讲因兔子兔孙，吼，我带转来这新居，哦，带这某转来是顾囝顾孙，一直传承落去，哦，这有一个意义伫的哦。兔的意思就是很会那个照顾小孩。啊，够华语也当上面徒子徒孙呐。哎，这个用意是在这边的。这老一辈教育老一辈较对。啊，海衫啊，海衫，这干嘛衫是啥物衫？这衫是鸡啊，哦，这是鸡啊，这两个吼，两个鸡啊。咱客家庄吼，若有做拜公啊，啊是做喜事，吼，我们都会带这个旗子。一个喜事。哦，这是喜事的时阵，你爱两只旗子吊起来，讲啊，阮家咧有咧办喜事就对。对，这个是插那个竹竿，然后2个人举这样子。看到就知影。对了，到公妈呀，放两边边啊咧。喜事爱甲吊起来。是，爱互大家知影。对。啊，林生，你遮若有喜事，你迄两支你都爱甲举起来对。对啦。你这两支是啥？这支是阮阿公留来较大。哎呦，拢生鲜呢？毋是先无要紧，插甲已经。化去系啊，啊，这做一对，这做一对，这一对手吼，这有意义啊。咱炒菜吼，咱是毋是一概拢较早拢大鼎？啊，即摆一道30道，30道咩？这都一卡一道。哦。这个一卡一道都斤半，这就是较早的。算了拄啊好诶。拄啊好，袂使无加无减，卡过来扣无着斤半。这边这就是。下咱比如讲，咱较菜头啊，做底，毋则袂有水。啊，即摆这边较菜头，这边较往你用香汤，安那看那个斤半一克一半，所以袂去订单，你30道50道拢袂订单。较济道，你要安那豆豆娘，你这种大道拢娘好啊，扣。啊，所以你开菜单袂去开超过。做总铺无遐简单呢，爱数下地理也爱知啊，母语要国语嘛爱知啊，即摆有甲即摆。迄个英语嘛爱知啊，呀，分子料理哦，化学物理拢爱知。哎呦，做总铺真正是有学问，因爱好啊去学啦。所以咱会讲总铺。哎呀，专才，大家拢爱知。时间差不多啊，今仔几点开档啊？就这地形的应该2米当。2米开啊，好，安尼差不多开始啊，向心来。为南部的阿海赛先来。哦，安尼有请阿海赛来开档啊，就菜哦，来拍个档位来。哎呦，来。这班的师傅吼，18般厨艺都爱会。阮这风吧，也呈现一个正方形。大骨我们也没有浪费，这个是甘蔗。要做啥？大概2点。半暝淡仔咧卤吧，嘿啊。这就是甲这瘦肉，以手掌心有无？爱甩，吼，咱客家庄叫甩肉吧。咱煮好的时阵吼，就像安尼。哎呦，迄嘛是阿嬷食的肉丸就对啦。就是买当中这细须袜架。对，然后你再买个本子，拿回安尼，喝架有影。为南部的阿海赛先来。哦，安尼有请阿海赛来开档啊，就菜哦，来拍个档位来。哎呦，来，大家坐，来。大家好吼，我是来自高雄美浓的客家办桌师傅吼，我叫阿海师吼，今日要来甲大家介绍咱客家庄的办桌甲文化吼。
哦，来哦，来哦，开始哦，开始哦，哎呦，有看到白饭，好，板刀煮白饭，因为咱高屏地区吼，算6堆，6堆是咱高屏地区的客家的重镇。较早直接食板刀，甲咱闽南地区吼，甲北部的客家庄完全都无共。咱有煮白饭，煮白饭就简单，伫厝内吼，个电锅调咧就好啊。咱板刀哦，板刀不止菜爱煮好，吼，连饭也煮好。然后看到饭吼，是用大鼎，吼，这一个鼎吼，2尺7的，吼咱先甲米洗了，洗过，吼，伫阮客家庄的米几乎拢家户家己种的，吼，上好的米啊，拢摕出来吼，叫师傅帮阮斗煮安尼啦吼。咱米洗好吼，你看这2尺7的水，吼，咱煮滚，吼，就咱煮糜共款咯，一直拉，吼，咱拉的时阵吼，咱会浮起来，用手底，底有过8分熟的时阵吼，你爱呛水，吼，搁较一个烧水呛，因为你若米伫煮的时阵有熟，未加水的时阵，先甲迄个米酒开起来吼，因为咱洗的意思就是讲吼。你若等下咧炊饭的时阵吼，袂讲这饭吼黏做伙，所以这饭咱煮起来吼，拢是粒粒分明，粒粒分明，吼。即马咱看到即张吼是米酒，这边安怎呢？咱板刀吼，足侪斗相共，农业的社会吼，厝边头尾拢会来斗相共，这放伫边啊，吼，阮水骹啦、鱼因啦吼，咱较早足早起来啉这。哦，当这凉的来啉哦。这应该足烧的呢。足烧的，讲会放甲咱要食时阵小可温温啦。吼，伊原汁原味，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高的。哦，这个是，而且在喝的时候是有一点稠稠的，而且这个是最原汁原味的。我今仔嘛有炸来吼，大家米酒啊，米酒，这是冰的哦。冰的米酒，请食。还这更凉啊！爱这样放呗。这样包。对，爱这样包呢，爱讲好话呢。胖胖啊，有一种米的香味，米的浓稠度，这个完全不加粉的。哇，就原汁原味。真乃薏仁的味才重，这是薏仁呢，真的很香。哎呦，你有嘴搭呢？不是这好啉呢，其实有些话甜甜淡薄，甜甜淡遐呢。对，有点香香的稻子的味道，米的味道。边啊，这看起最好食这3回哈。咱哦，我这后规拢要起。我都讲过吼，咱客家庄吼，这班的师傅吼，18班厨艺拢爱晓。伊这只猪互你爱给它发挥到淋漓尽致。安怎讲呢？你看，阮这红肉。一只100 kg 的猪吼，大概200几斤台斤吼，会使切大概40地至45地左右的红肉。这猪吼了的时阵，摆了的时阵，咱摕吼，咱做豆豉师傅那个绑，吼骨头做骨头，咱猪骹做猪骹，只肉做只肉，吼，咱来切一块一块安尼正方形。这一块重量呢吼，大概伫2斤半至3斤左右。这橡皮来对吼，这个是里脊肉的部分。我们要等一下，我们要帮它切。你看，有的是比较厚，有的较高。我们把它切到，你若较高，我们只把它切较侪，吼，伊会呈现一个正方形。咱呢像咧大骨，吼，大骨我们也没有浪费，大骨，吼，低的大骨啦，吼，甘蔗，好，这个是甘蔗。要做啥？我们在卤这个肉的时候，吼，切这大细了后，要先烫过，烫过来煮，煮了后吼。你爱甲贴伫遮，贴伫这鼎内底，哦，像咧贴砖啊安尼哦。下面就是放大骨，然后放甘蔗。什么用意？就是说，伊若伫煮的时阵吼，一直滚。伊咧滚的时阵吼，较袂甲讲，咱甲肉甲鼎烧掉。哦，咱会使用甘蔗液咯，我嘛会使取甘蔗滴，哦，大骨的鲜，哦，鲜度来落这块鼎。啊，是安那？恁会叫做烘肉？烘肉意思就是讲吼，阮这了时阵砍一个挂，吼有一个圆的吼，这后壁就咱看到有冬瓜、高丽菜花啊鸡肉，吼做一个鼎，有一个挂，伊甲砍的，甲物件缩伫内底，卤的意思，烘起来，吼，来加豆油。
加蒜头、加冰糖嘿，吼加水，啊落去控安尼。哇所以咱若是，我有一个问题，咱若是看到客家菜，伊顶管写讲红肉啊、红当归、红，啊，迄就是表示伊是用肉的。用肉的，就是安尼烘肉。哦，哎，啊，烘的艺术。咱宜兰菜敢有叫烘的？有啊，伊讲的甲阮拢雷同啦，有大风嘛，啊，伊分大风甲小风啦。哦，啊，这较早人种猪肉嘛嘿，所以有做大风。哦，中猪肉叫大烘。啊，咱有看到哦，这有当归高丽菜风哦吼。嘿，当归高丽菜风吼，你咧卤的时阵吼，你袂使讲马上甲肉做伙卤，因为青菜甲肉袂使做伙，肉对。较慢熟，菜较紧熟。嗯嘿，对，所以咱有咩咩角角吼，这点伫咱装卡所在足重要的，吼，包括有一个圆鼎、衣挂，加好好灶骹拢有这点，吼，爱卤菜啦，过年的时阵咯，当归风、高丽菜风、猪肉、鸡肉，做一点，加晒查某囝转来吼，拍开芳起来就几样菜啊。哇，啊是讲安尼吼，你做一摆安尼才有百几道对无？啊伊迄烘肉，你要卤，毋知差3、4点钟。啊你才有几点你就要开始淡仔咧卤？咱拜天公了，切猪肉了，分好势吼，大概2点，洗一下身躯，休困一下吼，大概4点至5点来到现场啊。嘿，嘿，因为就爱先开始做料理。对，半暝淡仔咧卤吧。 12点爱款好啊，爱拜，是宽贺呢，所以爱拜地公拜山才会使倒地啊。哎呦，所以咱看到这张吼圆圆吼，这就是甲这瘦肉吼用假肉机，较早人用剁的。吼，较早爸爸时阵吼，我也学过，剁到这手吼拢起肉种足多，肉很扎实，我的手掌都很好。咱来加客家庄的长头酥，有一个香味。嘿，啊有加一点仔盐，吼，咱有饼啊，我来看一下吼。哎，开始做咩呢？嘿，较去种咩嘿啊？伊用好有无？伊会缀一碗米酒，伫手掌心有无？啊甩，吼，咱客家庄叫甩肉丸，吼，甩肉丸的意思咧调，把那个筋线甩出来，回来阮爱甲挤，吼，挤甲安尼酥酥。酥酥吼，咱会使甲用这丸仔来炖汤，煮一个汤。咱煮好的时阵吼，就像安尼，吼，这瘦肉，伊完全肉伫炸的时阵，人葱仔酥甲盐尔，完全混拢无咧加。你靠这甩的筋性，甲肉甩出来，筋性甩出来之后成一个形，然后下去炸，就成这个，是吧？我今天也有带那个肉丸，好给大家哎呦喂，分享一下。哎呦，迄嘛是阿嬷食的肉丸就对啦。食看嘛。对啦，直接用手无要紧啦。啊，只有那个米仔抓会使吃。较早吼，你就听到外口咧啪啪啪的声哎，不音啦。是阿妈咧供孙，嘿对，表示有喜事啦。哎哎呀，哎呦，你在吃的时候哈，还能够吃到那个香气，还有咬劲，这肥的较少呢，拢无贵啊，肥拢做烘肉去啊。拢煮起来。哎，啊是讲哦，啊咱办桌是安那爱食这肉丸，这是啥物？咱肉丸吼，有一个讲宴会了吼，这汤几乎拢伫后壁出，吼一个圆满。像迄闽南地区吼，会做八宝丸，会做掠鱼丸，意思共款。你有食到迄个有红葱头、葱头的面，葱头的香味，是啊，真正有一种那个客家的那种味道。我们这出去买当中这四修啊酱，会知，啊你再莫甲问拿着。配安尼，喝酱有影。那这伊代表伊弯弯弯弯。是哎，这嘛是一个金签的代表啦，哦因为伊个骨甲扣起来无容易啊吧，哦，伊个为迄骨头边啊，边啊，拢大龟起来啊吼，迄白的时阵拢有肉。对吧所？话实在拢足拢无浪费掉啦，珍迄只你头到尾拢会使食。所以这组菜你嘛有出。阮甲伊无啥相像，哎，哦，无共款。无共款。好，以上是我的导览吼，啊欢迎大家有缘来落队接班桌。多谢阿海师的导览，谢谢啊，即马就要来换啉师傅啊哦， OK，你准备好啊未？好啊等好你，好。好，行。啊，你在进大家拢知影宜兰的名菜，叫做西卤啊。对。你看到这个吼，
这嘛是西萝卜，啊，伊是食大的。大的啦，啊，过来我来介绍宜兰的三宝啦。古早、干花、豆饼，遐高商拢甲摕过来做结果渣。而且伊顶头那层浮油是上赞的精华，迄世界好，世界爱食了像我呢，较大好啦。啊，个宜兰出产宜兰出产红露酒，啊，所以介绍一个吼，全台湾拢无我宜兰有的一个真特色的菜，宜兰的。哦，就这料呢。啊，你在请来。大家好，我是来宜兰好山好水宜兰大小话，我这么来甲大家导览，谢谢。大家有看到这张图吼，大家拢知影宜兰的名菜啊，有做西萝卜。对，西萝卜。但是知影西萝卜吼，做起来师傅无共款，做出来无共款。因为伊的师傅是啥物人？像我是阿公阿祖传落来，所以阮做的西萝卜可能无共款。西萝卜伊的由来是较早吼，譬如讲孝子要娶某，早餐是二四五有老六，吼啊老七大家拢来帮忙，厝边斗拢来斗骹手，斗的时阵，迄个所有的物拢爱洗嘛，啊洗好了，咱今仔请刷个30桌、50桌拢免管的，请刷落来一定有剩菜尾嘛，啊总侪人讲这就是菜尾，嘛会使讲，但是实际上西萝卜先有伊的这个由来就是讲，有这个菜尾三鲜。啊，三鲜就是讲，迄暗食煞了，收下来，拢逐汤拢分好了，落吼控，落煮就对啦。煮迄个时阵就杀菌啊。啊，滚了了就杀菌掉，就无即个卫生上的问题。第二天，昨大家拜托后就讲，啊来拜托，过来食豆，搁啉一下酒者，啊搁招来。招来的时阵，咱宜兰人，伊就迄落哇，昨食全部偌济嘛。好个人伊就搁加丝啊、肉丝啊、竹笋啊。银耳啊、香菇啊，伊就搁加落去。艰苦人无的时阵，伊就较少。输啊，拄啊说，我讲一个内容，水稻头就是伫遮三鲜啊，伊就爱加水落啊。还是昨有迄个肉汤搁加落去啊。加落了后，伊然是出产一个鸭嘛，有鸭性嘛，大家拢捌听过。所以伊是鸭的故乡，所以鸭卵毋是别位用鸡卵，所以伊然做足一菜拢用鸭来做。啊，即摆鸭来做时吼，伊就甲鸭拍好了吼，因为无够嘛吼，啊就。甲炸两素，对啊，炸两素做了，伊要掺的时阵哦，今仔日哦，比如讲这热天有竹笋，伊加竹笋；啊，若寒天伊有大白菜、冬白啊，伊就甲切丝来加，啊，加落了差不多啊，两素拢加落来，甲滚起了就是一个西萝卜。啊，西萝卜伊有一个原理就是讲，啊，哪有做西萝卜，哪有无有做什么萝卜？有人讲肉丝做的就是丝卤肉。哦，迄是迄个是丝的肉，丝的肉来落的。但是啊，日本一句话做汤叫做啥？西卤。米索西卤。哎，西卤米索米索西卤。啊，西卤就是汤嘛。啊，所以留来了，有个师傅无啥物，伊问的时阵，伊讲西卤，啊就是汤的意思。所以西萝卜伊就西卤汤就是肉汤啦。哦，这就是西萝卜伊由来。所以西萝卜内底有。较早有马芪，有肉丝，有香菇吼，啊，甲银耳，啊，搁肉丝，啊，搁拄啊讲迄个两素，伊的由来是安尼啊。哦，啊，真正做有人情味呢。你甲看这是刷摊的时阵青草的。对。嘿啊。看到这个吼，这嘛是西萝卜。只是讲，阮爸爸的手来，伊是甲西萝卜整顿的一层一层。着我的时阵为了比赛米冠，我甲这个米啊，甲做成一个盖子，把它盖起来，做咱捌看两煎的嘛。哦，还有做干贝底内底，咱捌看过两煎的。但是这个我就是讲，甲卵，拄仔我讲鸭卵，甲拍好了，落去甲浸起来了，互伊做一个像网啊。哦，啊，怎内底共款炒遐西萝卜面，啊，只有按倒扣，即个扣的西萝卜，但是伊是食迄个大的。大的啦。啊，拄爱食汤。食汤的啦。拄爱食汤。哎，这就是这个西萝卜由来，就是安尼吼。啊，过来。老师，等者，你毋是有炸西萝卜要来请大家食吗？哦，我袂记，我是讲洗起来就好。无啦，我今日来。哦，迄
嘿，迄边大的，哦，这边大的嘿吼，哦，啊，迄边淡的，啊，哦，两种拢爱食看卖嘿，啦。两种食那两看起来我种。看起来那差不多呢。这较大啦，这较汤啦，这汤的啊，这大的哦。汤的一定是有汤嘛，汤的啊大就大的，米啊就对了。无汤的，所以免药啦，一定对。哎，味道是一样。就这料呢，这有笋啊，笋啊，有笋啊。有准啊还。有宜兰的肠仔落去炒，因为三星的肠仔最有名的，啊，一定要宜兰肠仔落去炒。两个味足香的呢。哎，胡椒味足重，足济人，胡椒味我拄好讲，你拄好问我讲去台啊，去外国啊，走啥？我一定找我的胡椒甲肠仔去。哦最重要。这有够重要，因为我拄则咧食伊这个西罗肉这个搭，我想讲这个气味哪只台湾面哪，咱逐工拢敢若会拄着。我想想啊，这个气味就是咱的炒饭的气味，哦，对不对？对无？迄个香气迄个卵芳啊，因为吼，芡芳是咱台湾所有的吼上重要一个口味啦。哦，无怪。是，安尼食了有合格啦吼。足赞，足赞，嗯。啊，过来我来介绍宜兰的三宝啦，不止三宝啦，但是我甲讲这是较重要。你去宜兰一定就食到宜兰的古早，哦，啊个干花、烧饼、饽饽，什么都很多。古早人因为勤俭哦，钱的物啊拢做较济啦。哦，啊目前就是我甲大家介绍讲，这个古早的制作过程安尼。古早伊大家叫古早，古早，古早早，这个古早内底吼，伊有猪肉，有虾啊，吼，啊伊内底上重要是，咱拄仔讲有拜拜起来了，鼓起来遐个高汤，遐高汤拢甲摕过来做起古早，啊而且伊顶头迄个那层浮油是上赞的精华，最原始的高汤，迄是世界好，世界爱食了像我呢，较大颗咧，啊，甲大家讲就是讲，你看每时啊看者，我甲你讲解说者，因为即摆迄个虾就是内底吼，伊迄个玉米粉、米粉、太白粉，吼，啊，甲大成咱拄仔讲迄个高汤啊下落内底，啊，甲迄个猪油吼，啊，过来就是摕一个鸭卵落，啊，即摆甲拉，吼，这往细鼎，我拉较大鼎吼，啊，这甲拉较吼，拉较好了吼，迄个水滚了吼，啊，用迄个面粉过落，啊，落了再徛底下就甲拉，袂使有夹鼎，啊，即摆拉好了吼，差不多1点钟了，才凝固了，才摕起来切。哦，有无？你即摆切的时候，啊，你即摆要食这个爱注意吼，就是讲伊迄滴钱的时阵是200度，所以你连要食的时阵哦，你一定经起来是爱吹气，才不会烫到。啊，因为内底做烧的。是啊，所以你有想要食无？有咧。但是啊，你今仔日你敢有钱？ 200度无炸来，所以无钱。哦，啊，但是我甲你讲不吼，好食啦。歹势啦，我另外炸2个较赞的，互恁食吼。哦，三位。一个干花，啊，一个糟饼，嘿，干花甲啥？干花甲糟饼。糟饼。嘿，啊，干花吼，干花照你讲是听到一定有猪肝嘛，对不对？有猪肝哦，但是内底无会猪肝，因为有这摆人有唔敢食猪肝，啊，所以无会猪肝。啊，伊共款的伊的料嘛是下底内底，但是若有下猪肝，你摕迄个是糟饼，嘿，那是糟饼。有金做的芳味。嘿，我们才讲金做互你听。我这，嘿，你讲这是干花哦。干花，但是即摆无我看那是鸡梗啊。对，你讲到鸡梗吼，我来讲，鸡梗就是伊用马铃薯，阮毋是，阮这内底有葱头，啊，甲有肉，啊，佮有宜兰葱啊，佮有海洋，啊落去炒，炒好了才落去夹，用梦西油落去卷。啊，即摆梦西油有的一个低线哦，有的毋敢食，所以拢用鸡翅豆皮落去卷安尼。啊，所以外口这场伊是豆花就对啊，无用梦西油。内底先啊无猪肝，因为猪肝有的人不爱食，啊，你若真正有的人要求我做猪肝的时候，我有做，但是都要佮加5香落，迄个味道会更香。吼，这是安尼。拄仔小姐问了真好，迄糟饼吼，糟饼你是你用淀粉的时阵哦，伊遐加来依然有冬瓜，啊，佮有吉饼，吼，这2项。咱较早拢常讲阿豆啊配米粉，哦，牛奶，哦，迄拢爱用落。哦，啊，宜兰出产也金枣，我捌听的吼，金枣，啊，佮这3项，啊，佮来上重要就是讲咱欠，使就知哦，咱欠咱有一个2两药，你迄肉，咱迄肉肥猪肉下骹迄摕来切，啊切角，啊当一个蓝莓，佮加米粉，啊佮鸭卵落去搅好了，再甲铺在
迄个豆皮顶头，啊，再甲盖过来，啊，煮好，啊，甲吐吐再落去吹，吹好了再搁切角落去油炸。哦。哎，这就是安尼做。咸酸甜安尼。这内底你有食到啥物？那金枣迄个。金枣，迄个我讲金枣金枣甜的啊，但是伊的口感淡薄仔像糕啊。是。哦，你讲的重点就是哇，大饼，你拢捌定去食大饼？大饼哎对。肉饼迄个。肉饼。但是你慢慢啊剥，你会当食到猪肉底，细地猪肉。猪板丁，那个猪板有板丁呐。板丁。板丁啊，就是那个瘦肉跟皮中间那个板丁。哦。啊，切丁。迄属于讲老祖先的智慧足巧，因为伊的pan开吼，伊煎了你要无过迄个咱剥白猪油啊，伊好了剩迄个渣渣都留伫内底。啊，所以老祖先伊种热度高压，伊迄油调出来，甲pan开留伫内底。你看老祖先的头壳比咱较好。无浪费。哦，啊，过来我甲介绍一个吼，全台湾拢无我宜兰有的一个真特色的菜。这就是宜兰的乌棗豆。乌棗电池豆做乌棗豆，但是到尾啊，阮受到咱读册读较好了吼，妈妈甲你教，妈妈会大不倒嘛，啊，所以说返璞归真。返璞归真的意思就是讲，这个小姐互带去，伊想妈妈的时候就去做这个菜，就做乌棗豆。啊，这乌棗豆内底有乌棗、猪肚、排骨，哦，啊个好吧，好吧就零斤吧。零斤吧，福气的福。阮遐拢做好吧，啊个宜兰出产啥？宜兰出产红肉酒，对嘛吼？啊，所以伊综合啊个是冰糖，个上条内底个有咸盐，啊你食起了就变半咸甜啊。哦，啊了，因为这个宜兰迄边哦，喜庆宴客一定要用，不管你啥，拢一定有这个菜，甚至于有人佫爱食。做这个好肉，甲这乌棗豆这个料，过去炖鸡，或做乌棗鸡。哦，啊，这个做出来了，很奇特就是讲，这个物啊南部倒下拢无。南部我唯一一个敢烧抢就是啥，就是迄个麻油鸡因食咸的，我这边嘛食甜的。我宜兰嘛是麻油鸡嘛食甜的。啊，所以无共款的所在就是安尼吼。啊，以上我甲答了，甲这个所在，谢谢。南边的才好食，北边的嘛才好食。我到底是要嫁去倒一边啊？好佳哉！还是搁想一个好。我实在想袂出来。啊，好佳哉！老师搁有早因的加分题，会当互我豆豆啊想。啊，咱即马就来行去加分题遐吧。好，行，来去，来。足期待我闻到一个吼，真香的味。啊，有鸡卵糕哦。这用鸭卵做的，你莫食到鸡卵糕，唔捌食鸭卵糕，味道是完全不一样。唔捌。我讲这幸福了，这安尼配起来做好食呢。爱互大家看。哎呦！哦，有人去啊！你个哦，这有够烂的啦！哎呦，因为今仔阮师有来啊，这上大的，我一定爱伫伊面头前食互伊看。哇，够幸福的。浩子哥，你今麦正欢喜，你会使的拢看的。哦，这无这。啊，咱即马就来行去加分题遐吧。好，行。来去，来。足期待我闻到一个吼，真香的味。你期待的味？可能就是伊啦。是讲这个台风乃无出现嘛，对不？是不是安尼？咱若是去食板道菜，爱互大家看一下。你甲看这外台风就好。热腾腾热腾腾啊，毛有够水的啊！你看伊这皮顶管，这应该是真煎过才落去卤吧？吼，才有这安尼。啊，这咱一般来讲，咱爱安怎开始？咱又开的话，啊，你哪甲皮甲肉分开？哦，这是上迄个哦，你啊开刀吼，咱板刀拢会先甲白饭剔伫饭内底，坐伫遐。开菜开刀，阮是第一个出方法，伊个皮就无去啊。对啊，啊但是你的皮甲迄个散肉爱做伙食。
无，这皮吼是 QQ 无共，迄皮较好食。迄皮是较共款无共款的哦。因为今仔阮师有来啦，啊，这上大上大的，我一定爱伫伊面头前食互伊。因为这不是这适合你食，迄无适合我食，巴肚是大的。来啦，你就来，你就来拢来啊！你是咧？来拢来，无啦，你来啦，来拢来，你干嘛咧客气？白油的，中这是油啦，这油啊下骹是散的啦，看它卤出来还是一样丝丝的，拉开来。哇哟，这真正是，哎呦，各类菜，高丽菜，哎呦，高丽菜，哎呦够高丽菜嘿啦，我爱孙啊，来，孙啊，来，真正现场敢若办到这个气氛的，哇，规拢闹咧起来，你来听。哎，这个高丽菜足水，我甲面晓大，我咧讲这，哎呦，哎呦，人客啊，你个讲，这有够烂的啦，哎呦，你这差不多安尼用偌久啊？这个高丽菜，这大概能点半钟。点半钟啦，哎呦，高丽菜一定爱食，高丽菜，哇，够赞的。香气哦，因为它吸收了、吸收了猪肉的油分跟油分吼。了解了解。再来，再来，小姐先了，来那个女士优先，嗯，女士优先。哦，腮胡优先，汤，哎呦，哎，女士优先。有，哎呦，对了对了，你看这幸福啊！莫怪咱办桌哦，一定要请这中部菜，请这刀子菜啦。办桌就是要创啥？主要甲你的幸福甲大家分享嘛。嘿啦，啊，你用讲的无？你用食一食落才有算啊！哇，够幸福的。你看迄皮拢会叮当，大方这个皮，哎呦，哎呦，来 Q 啊 Q 啊，皮呀，胶原蛋白。哎呦，Q Q 哦， Q，无怪川饭当边啊，就对。第一个就是爱看一饭吼，嘿，你这皮要先煎过。要先煎过。啊，袂讲你含落规拢油，其一粒就无 OK。你煎过了，你搁淡仔往步安尼，可以芳安尼倒出。会在你的嘴内面跳舞啦，慢慢啊。你这无准备白饭，你这我会甲你扣分啦。我一定甲你扣分啦。浩子哥，你今麦正欢喜，你会使的拢看的。哦，这无，你会使的，如果安尼看，冷静。我甲你讲，阮菜伊嘛有炸物件啦。你干那当下咧食大方，你捌咯？我来讲哦，咱拢这享受啊，啊，搁一家这好吼。对。啊，你拢会小可畏畏。嘿，哦，做啊，所以吼，爱一个甜的来互你教。一定爱，嘿。哦，啊，我来讲，这是宜兰的咸金枣。咸金枣是安尼啦，因为你拄仔食过拢油腻啊，啊开始维修，这来配拄好。是。啊，无甲试看。啊，你食惯做好诶，你爱甲对小姐较好诶。哦，爱安尼哦，啊，阮粗鲁人，阮安尼啉落啊。我甲粗鲁安尼啉落，来，你使哦，你使。是，哇，多谢晒。哎呦，哇，哦，哎，这个甜袂味呢吼，袂味你如果食伊迄个物就该解腻啦。啊，个清芳啊安尼。我吃啊。啊，还有鸡卵糕。哎，现在讲这鸡卵糕因为这用鸭卵做的。所以是鸡卵糕，伊叫鸭卵糕做的。但是大家我食这个去想到阿公甲阿祖啊，阮爸爸，因为风台天的时阵，大家拢无聊嘛，啊嘛无做在柜底内面啊。我若讲顶个甲撮落来，啊甲绑一个像白龙船安尼，白龙船你知道吗？啊绑好了，往一个面桶，啊给鸭卵烤落，烤落了，往安尼白龙船都直个撇，它就一直膨胀。这神奇对。啊，你尾仔才下迄个米粉，甲加起落，啊，再用迄个人参啊，甲做起来，这是细型的。我较早食拢大地。你莫食着鸡卵糕，毋捌食鸭卵糕，味道是完全不一样。唔捌。啊，你食有啥物感觉？有一个咸咸的，伊鸭卵，伊本身就小可食起来就小可安尼。嘿，伊本身的味啦，伊本身的味。啊，山顶话你食起来感觉啦？鸡卵糕食起来较蓬松，啊，这鸭卵糕食起来较扎实。啊，实际上较实白，真诶较实白。鸭卵甲鸡卵吼有分啊，你注意甲，你即马甲炒一个鸭卵，甲炒一个鸡卵的时候，你食就无同款。它的香气是完全不一样。啊，林赛这安尼配起来做好食呢。我是讲哦，老祖先哦，很聪明。因为你拄仔咱食澎湃面，食到尾的时候，你会想，敢若一个甜的配着，啊，这食落你感觉加贵，去拄着，啊，你即马啉袂水，就水。水化钙，水化钙。我希望讲，这个好面啊，会使
留落来，是，互大家去了解。安尼即马南北二路拢来啊，两位师傅安尼伫咱面头前，的料理咱嘛食过啊，你的手机要有炸。哦，上困难的部分，上困难的部分，若要来投票啊，你介意宜兰的路线吼？阮阿林师啊，还是咱阿海师啊，即马嘿，甲欠亏吼。哎呦，老师音乐练落。哎呦，哎呦，这歹紧的呢。真的。好，老师拿来谈。你嘛爱哦。好，有啊吼，来哦，来，到底最后谁会胜出？来，3、2、1，请开票。阿林师啦，但是阿林师投的是阿海师的。哦，师傅你真正投互伊呢？一定要投伊啊！是安那是安那？当家的袂使小计较。哦啊，这年轻有的一定要投伊啊！我欢迎。是啊，啊，伊的一票代表5票。代表5票啦。是啊。啊，我无法度，这阮师傅啊。是啊。啊，我跪咧，啊，都甲头无法度。啊，你真正投阿林师？我就是其实我感觉迄半咸甜这件代志，放伫个宜兰的菜内面嘛是真合理呢。因为我本来是想讲，敢若有阮台南的菜是甜的，可想袂到，足侪物件其实咸甜啊咸甜迄种味起来，迄感觉就是变做台湾味啦，好食，系啊。是啊。啊，我其实哦，拄啊感觉哦，足歹投的，因为办道的文化对我来讲就是各所在的文化的浓缩，伫咱的办道顶悬哈，嘿，所以但是呢，林师傅真正是足难得来咱的节目，所以我一定要甲伊投啊。因为那个林师傅就是宜兰人嘛，啊我花莲人啊，啊伊是我的厝边啊，较近啦，所以我就投伊啊。是啊，所以后海师爱搬来台东，我就投互你。对，虽然咱4票投阿林师，但是阿林师这票上大票投咱海师啊，真水啦，真水啦，大家拢欢喜无？哇，多谢两位师傅哦，欢迎来海导览城市，咱就荣幸的吼。啊，海导览城市吼，伫遮等你啦，你若是有趣味的故事，欢迎来讲互大家听。啊，即马咱有家己的官方 LINE 哦，一定要加落去。啊，你若是介意海导览城市的影片哦，拢伫台语台的 YT 频道，所有的影片拢伫遐。咱后一来相会，拜拜。再会，感谢卢师傅，谢谢，你太认真了，感谢你啦，感谢你啦，谢谢林师傅，多谢你，多谢，谢谢，太赞，太赞。